OK， 大家好，我是阿巴老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 PS 雅马哈 S950所独特的一些功能。那这些功能呢，跟一般的早期的琴可能有些偌大的差别呢。就是说我这边要介绍的是950，它可以灌音色或是灌节奏。什么叫灌音色跟灌节奏呢？如果有玩过电子琴的人都知道，其实在早期的电子琴它是没办法让你扩充或是灌入些什么东西进去的。好，但是自从了这个雅马哈呢，它从之前我们可以插 USB 读取MIDI 啦，好，从 WAV 档到 MP3 档，到现在我们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从网络上或是你去购买下载的一些特殊的音效、好音色或是节奏。那这怎么去让它灌取呢？在这里先教大家当然，首先阿巴老师已经把 USB 给插上了，好，所以我们要灌一些，比如说特殊的节奏外挂，你自己去下载的一些节奏或是音色怎么去灌呢？很简单因为我现在买的是我们官网上面所提供一些中国的音色还有节奏，好，所以我们先从这个function。好，要记住阿巴老师一句话，今天我们要做任何的内部设定呢，一定会从 function 在这里开始去做一些里面去找。好，我们先按照 function 的部分。好，按照 function 呢，你会看到很清楚的这个选单的 J 选项的地方，好，有一个出现了另外一个符号，这地方呢就是让你来扩充音色的。好，扩充音色的，那我就从这边 J 选项按下去。好，那当然，因为也一样 tab 它原本是 user 的部分，因为阿巴老师插了这 USB， 好，所以我把它移过来，有一个 USB 1， 好 ，USB 1这是我 USB 里面一个东西这边有写个 Chinese， 好 tag， 好，我买了一个中国的音色包，好，你会从里面去选，然后 OK， 比如说我要请它灌在我的琴里面，我当然是把它反白之后，然后请按到这个选号6号，这边有个 install 的部分的下键这个部分。然后就问你说，你是不是要来灌取这个节奏呢？当然，你就按一个 OK F 选单，按下去，是不是 OK 呢？是的 ，OK。那你就发现它开始在跑了，它开始在读取了。那也就是说，它现在准备要开始从我的 USB 里面呢开始去读取这些东西。那在这里呢，它可能会花一些时间去读取。那当然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它就开始在读取这些东西。那一样，它在读取完之后呢，等一下读取完之后，它会重新开机，所以请你也不要紧张，好，它会重新开机。然后等下重新开机之后呢，阿巴老师会再告诉大家，它这些东西呢到底要从哪边？你怎么知道你灌的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灌好了，或是它要从哪边去找？这里比较重要。好，所以我们先让它重新灌一下。那这个音色包呢，因为是从官网买的，所以它是有附载了一些比如说中国的节奏跟音色。那一样在琴的部分呢，它有节奏区跟音色区嘛，所以这两个部分，等一下阿巴老师都会教大家去哪里找或怎么去选择，其实一点都不困难哦。好，所以你看到它已经快要灌完了，对不对？好，你要记得不要担心，等它灌完它自己会帮你关机，然后重新开机。好，所以你不要担心，那我们就等着把它灌完好了 ，OK。好的，那同时一样在灌的时间呢，当然你也不要想说这些东西到底它有特别告诉你你千万不要把它拔出来或者它在灌的期间，好，已经灌的是 OK 了，它有显示了，所以我们就按一个 OK。好，所以你刚刚不要担心，我刚刚讲过，它自己会重新开机。好，我们就等待它重新开机一下吧。那在这里呢，重新开机的同时呢，在这里阿巴老师要特别跟我们的朋友讲等一下如果你要去找那些地方找那些音色的部分到底等一下要去哪边找呢？我们先 focus 一下这个镜头你发现这个左手边的节奏区的地方，你会发现跟刚刚那个英文有一个地方很像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地方节奏区 style。节奏区的右下角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灌完的节奏会从里面去选取，所以相对的，等一下我们的音色区呢也一样，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音色区，看到右边的部分 ，voice 的部分有看到吗？所以它是不是也有一样这个东西？好，一样这个东西，我们在这里，在这里 ，OK，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去里面去找取咯。好，那一样我们把我们的镜头找回来我们来试试看，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
好，那假设我要确定呢，我灌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灌进去啦？所以我刚刚讲了，我们会从这个地方开始按进去。好，你发现出现了这些符号的节奏，好奇怪，好特别哦。而且它有 Page 1跟 Page 2两页，好，大家都看到了。好，有 Page 1跟 Page 2，所以你去选一些 Chinese， 它有写一些 Chinese dancer， 好，一些节奏。好，我们试着来听听看中国的节奏音色有什么不同哦。一样，当然这些过门都会有的。OK， 好，所以知道这样怎么去读取了哈，一样离开。那一样，我现在试着阿巴老师要来按右手音色的部分，右手，你会发现它就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有二胡。一样有好几页，你可以自己选择。比如说，你觉得你比较喜欢样的什么样的音色啊？中国风的音色。好，这样知道吗？好，所以这样会关音色了吧？好，所以要记得哦，是从这个 J 选项，我们刚刚从这个function里面进去的这个 J 选项的部分，好，去灌你的音色。OK， 这是我们灌音色的部分。那另外要提到另外一点哦。其实在，我们琴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讲的这个节奏区嘛，对不对？好，比如说我从我的原本琴里面的 style， 我随便按一个东西，比如说 R&B 选单里面，我出现了好多东西，好，比如说我随便选一个，比如说有什么 twist 妞妞舞的节奏，好，我选了一个妞妞舞的节奏，其实你可知道在琴上面的这个节奏啊，你是可以把它 copy 下来的。好，怎么 copy？ 你选完这个节奏之后呢，你会发现在这个下面有写个 copy， 好 ，copy 它对应到的号码是3号，好，所以你就按一个 copy 在这里，按一个下面，他就问你说，选择你要的档案你是要全部的档案都要抠呢，还是只要这个档案？如果你只是要抠这个档案，就请你按一个 OK， 好，如果你要离开，那就 channel 就离开。所以假设我只要抠 twist 妞妞舞这个节奏，好，我把它抠起来 ，OK。你会发现按完之后怎么没有任何动作？好，你不要担心。比如说我抠完之后，我当然我可以选择储存到我的 USB One， 好，或是我可以放在我的另外一个 user， 他提供给我的一些桌面，好，比如说这是我原本储存的一些节奏，我要把它放在我的 user 里面，就是请的 user 使用者里面，因为到时候我再选会比较快。好，所以在这边对应到一个 saved 储存的部分，在6的下面，你就按一个 saved。好，当然他会问你说，原本这个节奏叫做 twist， 你要帮他改名字吗？好，当然如果一般来讲，除非你有特别的需求，好，要不然你我通常还是会照原本它的名字。OK， 假设我不需要改，我就按一个 OK， 有一个 OK， 好，8的上面对应在 OK， 所以我按一个 OK， 好，它这样就储存了。所以它现在储存的目标呢，就是在我们的user 里面，你发现它已经储存好了，好，储存好了，这样知道吗？OK， 好，所以到时候问题又来了。今天假设我又去玩一些其他的节奏弹一些其他的歌，我突然想到了，对吼，我好像储存了一个节奏呢，那个节奏要从哪边去选啊？刚刚储存的空间到底是储存在哪边啊？好，一样，好，我们把镜头再拉远一点，还记得吗？我们刚刚在选节奏的时候，好，是亮在左边这个灯。好，亮在左边这个灯，所以我刚刚储存的那个节奏呢，我一样会从里面去选，再按一次，它都跳到 user， 这就是我刚刚储存的地方了。好，所以你要知道哦，你要看你刚刚储存的这些东西呢，是储存在琴里面呢，那你就会找一个 user 的部分。如果你是要储存在你的 USB 里面呢，你就把这个 tape 好移到右边，移到右边去，好，移到右边去，那你就会储存在看你要指定在你的 USB One 啊，或是哪里的地方都可以。好 ，OK。好，所以这个动作呢，你就会知道，比如说，我可以储存节奏、储存音色，这些都没有问题。那只是说你今天要储存完了之后呢，要把它放在哪个空间而已。好，这同时也是解答我们的网友的一些问题，储存的设定的一些功用啊，希望我们对我们现场的朋友有些帮助喽。